家己的大埔呢，昨是来发生规模6.4的大地震，大埔西兴村的连外道路有石啊放落来，50个人是掉伫内底。加在呢，昨下晡的时阵已经拍通，而且嘛无人伤亡。也那县长是来表示讲，会赶紧甲学校也佮有车路讲甲复原。怪手出动，经过一早起的抢通，去嘉义县大埔乡西兴村的145之1线的路面，敢若剩一寡沙石，程度了就会当开互通车。因为1日半暝，随时规模6.4的大地震过后，西兴村这条出入的车路中因为石头落落来无法度行，差不多50个人受困，变作孤岛。多出的民宅它有受损，在晚上确保人都平安之后，我们在早上就开始在做全面性的盘点。地震的时阵，伫金阳的大埔乡公所监视器有翕到办公室的桌啊椅啊，含窗啊帘落海甲真厉害。天棚的轻钢架落落来，真侪所在拢有真侪灾损。大埔山庄的条啊壁器是紧急救封锁线，厝内壁面有搁较大面积的破损，规个密密麻麻。民众厝内壁嘛落去，二楼露台接触内的所在搁出现壁棚。你看这个，然后这边全部都裂，上面整个都裂开。921较无遐严，咱遮较无遐严重。这届真正很严重啊！有较精神啊！大埔乡的民众恐惊，佮困袂去，佮有家己一个人大是大人，因为地震落落来的物件小可掉伤，安德基金会送便当物资给因关怀。便当趁小紧食，吼。大埔的地震所幸无人伤亡，天佑嘉义，那整个状况还是在可控制的范围。那我们会用最快的速度，把所有的包括学校、道路损坏的部分，我们会协助我们的乡亲。迅速的让它复原。嘉义县长洪忠良讲，会请结果技术工会帮助民众来鉴定厝受损的状况，确认讲敢有影响到结果，还是来做修复。若是讲住户拢同意途径，伊嘛会来做相关的处理。记者综合报道。